大家好，歡迎返嚟星躍塔羅。我哋今日嘅主題係你嘅下一任伴侶係邊一個？咁我哋會用到 The Star Spinner Tarot 去睇下呢個人係一個點樣嘅人，你哋會點樣相識呢？你哋一齊咗之後嘅愛情故事係點樣呢？然後我哋會再喺呢一副自製嘅卡牌度抽幾張牌去睇下呢個人嘅特質。最後我哋都會去睇下佢有啲咩說話想同你哋講嘅。好，咁由於呢個係一個大眾占卜啦，所以都係嗰句，請你哋用你哋自己嘅直覺同判斷力去選取翻最適合你哋嘅信息。咁今次嘅塔羅呢，有啲特別嘅，因為我發現有兩組佢哋嘅牌係相似嘅，有部分信息係重疊嘅。咁所以如果你對多過一組有感應嘅話，呢個係正常嘅，亦都歡迎你哋去睇晒你哋有感應嘅組別。咁講翻個少少嘅聲明先啦，因為我係最後錄呢一個前言嘅，咁我啱啱先至熄咗我個風扇，但係如果你哋喺聽緊解牌嘅時候聽到背景有嘈雜聲，咁非常之抱歉，係我風扇嘅聲嚟嘅，咁我下次會留意噶啦。好，咁我哋已經事先抽咗兩張牌噶啦，每一組都抽咗兩張牌，一張係神諭卡，另外一張係普通嘅塔羅用嘅卡。咁呢兩張都係德文嚟嘅，佢哋全部都係德文嚟嘅。咁但係我會先用德文讀一次，然後再翻譯做中文嘅，所以唔需要擔心。好，咁我哋首先靜心，將自己嘅能量沉澱翻，然後喺心入面默念呢一條問題：你嘅下一任伴侶係邊一個？當你準備好嘅時候，你就可以喺第一組、第二組同埋第三組之間揀翻最適合嘅組別。咁我哋就首先由第一組開始先。第一組，我哋而家嚟睇下你哋揀咗嘅呢兩張牌係乜嘢？Zeichen, Achte auf die Zeichen und Wunder。符號，留意符號同埋奇蹟。Herbst, jetzt ist die Zeit, das Alte loszulassen。秋天，依家係時候將舊有嘅事物放下啦。第一組嘅朋友，呢度有第一個信息，就係你哋可能心入面仍然放唔低一個舊嘅人啦，或者一段舊嘅關係啦，但係依家係時候將佢哋放下啦。多啲留意身邊嘅符號同埋 synchronicities，即係話身邊嘅一啲巧合，譬如話天使數字啊，一啲對你嚟講有重要意義嘅符號。你身邊目前可能會有唔少嘅信息係宇宙會透過符號向你傳達嘅。好，咁我哋依家就抽少少塔羅牌。我哋今次用嘅係 The Star Spinner Tarot， 去睇下你哋嘅下一個伴侶係一個點樣嘅人。權杖3，錢幣9，教皇逆位。OK， 佢有可能係一個金牛座啦。咁但係星座只係一個參考嚟嘅啫。如果佢的確係一個金牛座嘅話，咁呢個係一個 extra 嘅確認啦。第一組，你哋即將會遇到嘅呢一個伴侶，我嘅感覺係佢係一個比較傳統嘅人。佢已經累積咗一定嘅財富，我嘅感覺係佢應該係比較有少少上咗年紀嘅，甚至可能年紀係比你大嘅。呢個人依家等緊時機去進入你嘅生命入面，或者話同你發展關係。有可能係你必須要將舊有嘅事物、人事物放下，你先至能夠騰空到個空間俾佢哋進入你嘅生命度。宇宙希望你放開你嘅心胸，去迎接呢一個新嘅人，唔好再回頭望。我哋有寶劍侍從，同埋錢幣騎士。
呢個人佢絕對係留意緊你嘅。我傾向認為呢個人佢已經知道你嘅存在。有部分第一組嘅朋友，你哋都知道佢嘅存在，但係佢行動得好慢，佢唔會好主動咁樣去追求你。可能你甚至唔發覺佢喜歡你。我覺得佢表達愛意嘅方式係比較含蓄嘅，都係我啱啱所講。我覺得佢係一個比較傳統嘅人。可能你甚至會覺得佢嘅注意力係擺咗喺佢嘅事業、佢自己個人嘅生活上面，而唔係追求愛情。但係其實我覺得佢係暗中觀察緊你，留意緊你嘅，然後一直等待緊個時機去進一步了解你，甚至係同你發展去追求你。但係佢必定係一個含蓄而且行動緩慢嘅人，佢唔會貿貿然出擊嘅。好，你哋嘅關係會幾時有進展？權杖侍從，有部分嘅朋友，你同佢嘅關係可能係會透過一啲比較親密嘅接觸去發展關係，即係你哋一開始發展嘅可能係一啲比較輕鬆 casual 嘅關係。錢幣三正位，咁如果第一組嘅朋友，你覺得你哋自己係冇可能會如果第三組嘅朋友，sorry，第一組，可能你哋都需要睇埋第三組。如果第一組嘅朋友，你哋覺得你哋唔係嗰啲人，佢話你哋都係相對有啲保守嘅，咁我覺得你哋嘅關係會係由一啲比較輕鬆少少嘅互動去發展嘅。譬如話，可能呢個人一直觀察你，但係其實佢甚至冇同你講過嘢嘅，但係佢會由一啲你會感覺到比較輕鬆嘅話題去開始嘅，甚至會講個笑話俾你聽去破冰嘅。佢會喺觀察完你之後，用一個佢認為你最舒服嘅方式同你相處，呢個係肯定嘅。錢幣三，佢可能會想要向你請教一啲嘢，因為呢度錢幣九亦都提示咗有可能你哋喺工作上認識啦。如果係呢個情況嘅話，佢會向你請教工作上嘅一啲嘢，問下你意見。我覺得呢個人會以一種比較傳統嘅方式去接近你。權杖七正位，寶劍六正位。有趣。第一組嘅朋友，我覺得你哋一開始對對方並唔係話咁接手，或者話唔會咁輕易俾佢去了解你，或者進入你嘅生活圈子度。可能你對佢都會比較冷冰冰，或者話你會同佢保持一段距離嘅。我傾向認為，可能你哋仍然係未放低過去嘅嗰一個人。雖然你哋係想要一段新嘅戀情，另外一方面又覺得好似淨係停留喺想象嘅階段會比較安全，或者話你哋覺得自己其實未真係準備好。雖然你哋渴望，但係對於愛情你哋唔想咁快投入落去。可能就係因為過去嘅戀情令到你變得比較謹慎，你好小心去篩選到底呢個人可唔可信，到底佢可以行得有幾近。但我見到，因為呢個人佢權杖侍從嘅能量，會令到你覺得比較輕快。佢有可能係能夠令到你覺得呢個人應該係唔會傷害我，或者呢個人應該係可靠嘅。同佢一齊，你會覺得好輕鬆。You can let your guard down。你可以將你個心防卸下，特別係因為呢度仲有寶劍六。所以我覺得你能夠透過同佢嘅相處過程當中獲得療癒嘅，你會慢慢敞開你嘅心扉，並且亦都因此去放下過往嘅感情或者情傷。可能佢有意識地、無意識地就係幫助緊你去打開你嘅心房。哇，
聖杯十正位，聖杯十正位，你哋係能夠同佢發展一段非常之穩定、充滿愛嘅關係，愛同埋理解嘅關係。呢一個人同呢段關係係有好大嘅發展嘅可能嘅。我哋好唔好換一副塔羅牌咧？唔好，OK，唔好。咁繼續用呢副塔羅牌。好，咁啊，你哋一齊咗之後會點樣？OK，Temperance 逆位，力量牌逆位，同埋錢幣八正位。呢個人佢有一啲非常之好嘅特質，會令到佢能夠成為一個好好嘅伴侶。但係本質上你哋仍然係有啲地方需要去磨合嘅。咁呢個係不可避免嘅，每一段關係都會有需要磨合嘅地方。我見到比較多嘅會係溝通方面咯，溝通上面需要再落啲功夫去摸清大家嘅溝通方式係點樣。我見到佢係願意去花時間同精力去同你解決你哋之間嘅誤會或者衝突嘅，但係呢度就需要用到你哋嘅力量，你哋都需要願意去解決困難，去溝通。咁啊，面對衝突同埋分歧嘅時候，其實我哋係都需要勇氣去講出自己嘅需求、自己嘅諗法、自己嘅立場，然之後再去嘗試理解對方嘅立場或者感受，然後去妥協。咁呢個其實唔係一件十分容易嘅事嚟嘅，呢個係需要我哋嘅學習，亦都需要時間，擺時間落去。但我見到嘅係，你哋嘅關係只會因為呢一啲嘅鬧交而變得更加穩固，因為你哋願意繼續留喺段關係度，越耐嘅時間，你哋嘅關係就越穩固，因為你哋越了解對方。非常之好，我好似好耐都冇做過呢啲咁正面嘅愛情塔羅。好，但係我必須要提醒第一組嘅朋友就係，呢個係一個需要努力嘅關係嚟嘅，佢能夠帶俾你非常多嘅回報，情感上嘅回報，但係必須要有勇氣去解決分歧同衝突。係啦，有部分嘅朋友，我見到呢度有個好 specific 嘅信息，有可能呢個人佢唔係你嘅 dream type， 即係話你以前唔會諗過係同呢一類人一齊嘅，你通常唔會係被呢啲人去吸引嘅。係啦，呢度亦都暗示咗呢個有可能係一個同你唔一樣嘅種族嘅人啦，或者文化背景嘅人啦。呢個係好少部分嘅人嘅信息嚟嘅。好，可以肯定嘅係呢個人係一定願意同你去解決問題，同埋令到你哋嘅關係變得更好嘅。呢個係肯定嘅，因為錢幣八The Sun太陽逆位。好，我要去睇下點解太陽逆位。寶劍五逆位。好，我再抽多一張牌。聖杯一正位。OK，我有少少感覺係呢一個人係真係嚟療癒第一組嘅朋友。療癒嘅意思係，可能第一組嘅朋友，你哋過去受過嘅一啲情傷，或者話喺其他方面受到過嘅一啲情感上嘅傷害，朋友又好，家庭又好，工作又好，我覺得你哋未完全放下，而我覺得呢個人係嚟幫助你去放低呢一啲嘅包袱。有可能第一組嘅朋友你覺得吓，唔係啊，我 OK 啊，我唔覺得自己受到啲咩傷害，或者我唔覺得自己唔開心喎依家。但係呢個人嘅出現會令到你發現，其實你係仲有一啲鬱結係未解開嘅，佢只係俾你壓抑咗
喺你嘅潛意識度，然後透過特定嘅情景被激發出嚟。呢度要想提醒一下第一組嘅朋友，自己留意一下，當你哋同其他人，特別係親密伴侶有衝突嘅時候，留意自己嘅溝通方式。似乎你哋應該亦都能夠喺過去嘅一啲感情經歷當中揾到呢一個 pattern 嘅，就係當你同你嘅伴侶有衝突嘅時候，你係點樣解決呢？你點樣應對呢個態度？因為我見到呢一度有可能佢會透過呢段關係重新出現嘅，即係需要學習嘅課題會重新出現。我呢度係真係有個感覺係第一組嘅朋友，你哋要留意有衝突嘅時候會唔會想拗贏對方，想證明自己係正確嘅。呢度亦都有可能代表住過去第一組嘅朋友，你哋嘅伴侶或者話你哋身邊嘅人，當同你哋有衝突嘅時候，佢哋會想拗贏你，令到你覺得同佢哋嘅紛爭或者衝突當中，一定要有一個人係輸嘅，或者一定有個人係贏嘅。咁但係呢度我見到係，其實兩個人都唔快樂，贏嗰個又好，輸嗰個又好。其實贏嗰個並冇真係贏到啲乜嘢，輸咗嘅係段關係。呢一個會再有可能會再一次出現喺你哋新嘅關係當中。知道可能有部分朋友唔係好想聽到呢個消息，但係我哋嘅成長就係咁樣，宇宙會一直為你安排一樣嘅課題，直至到你學識為止。咁無論你係想拗贏人嗰個又好，定係還是人哋想拗贏你都好，見到都係溝通方式上面，我見到呢個人會為你帶嚟一啲幾好嘅成長。錢幣八代表住佢嘅堅持，所以我覺得呢個人係比較堅定，或者你都可以話傳統咯，唔會咁輕易去放棄嘅。佢會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學習嘅過程，我哋有衝突，我哋唔一樣，我哋可以溝通去學習，去了解我哋嘅溝通方式，去了解點解我哋會喺呢啲情景下會有咁樣嘅反應。因為呢個聖杯一真係完全冇辦法去忽視。我覺得呢個人係非常之深愛住你哋。聖杯十同聖杯一就喺隔籬，係好咁啊！我哋依家就會抽呢個我新整嘅一副字卡，入面寫咗唔同嘅特質。好，我哋就嚟睇下呢個人佢會有啲乜嘢特質。留意身邊嘅一啲符號啊、信息、一啲巧合嘅事件，會有可能係宇宙想要同你傳達嘅信息嚟嘅。當你見到嗰一啲嘅巧合，譬如話天使數字啊，或者任何對你嚟講重要嘅符號嘅時候，嘗試去觀察一下你當時嘅狀態、你嘅心情，你諗緊啲乜嘢。好，我哋睇下呢三張係咩先。Glasses， 有可能呢個人係戴眼鏡嘅。Single eyelid， 單眼皮。Comedy， 喜劇，我覺得呢個人係一個幾識講笑話嘅人嚟嘅，自帶喜劇演員嘅一啲特質。你冇，即係可能你唔會第一印象係覺得佢係搞笑嘅，但係慢慢同佢相處嘅時候，你會發現佢係識得氹人開心嘅。Gym， 可能你係去做 gym 嗰度認識佢啦，或者可能呢個人係去做 gym 嘅啦，或者話總之你同 gym 係有啲關係嘅。Lips， 嘴唇，可能你會留意到佢嘅嘴唇啦，乾嘴唇啦，嘴唇薄啦，任何嘅關於嘴唇嘅特質係你會留意到嘅。佢係一個忠誠嘅人 ，loyal， 呢個我哋都見到。好 ，foodie， 佢係好鍾意食唔同嘅正嘢嘅美食家，可能對食物有自己嘅一套標準，好識得去享受食物。我哋有 medical， 醫學醫藥方面嘅 eloquent， 好識得去講嘢嘅。
呢個令到我覺得呢個可能係你或者係佢嘅能量，因為我哋呢度啱啱講過溝通嘅方式，然後有一個人係覺得我拗贏咗你，或者我係拗輸咗，但係呢度 Eloquent 佢係講口才好好，以至到當衝突出現嘅時候，其中一個人你又好，對方又好，或者係過往嘅一啲 partner 又好，會覺得拗輸咗，或者話想要拗翻贏吓，我真係有呢種感覺。咁如果唔係嘅話，咁大家做嘅朋友自己留意下就 OK 啦。OK， 因為唔係每一個信息都100% 符合你哋嘅情況嘅。Indecisive，我覺得呢個係講緊你哋猶豫不決，因為我覺得佢係堅定嘅，就算有猶豫不決，都只會係一開始佢仲未了解你嘅時候，佢要觀察你，唔知幾時去行動。但係我見到你哋係比較有戒心嘅，所以可能進入呢段關係之前，你哋會比較猶豫，要用多啲時間先至能夠令到你信任佢。好 ，handicrafts 手作嘢，可能佢會整一啲手作仔作為禮物咁樣俾你啦，或者話你好中意做手作啦，或者話佢中意做手作啦。History 歷史，可能你哋是但一個好中意歷史嘅，又或者呢度 highlight 嘅係你過往嘅感情歷史，係啦，因為我見到有好強嘅關於過去嘅能量係需要釋放嘅。啱啱出現咗多一張 curly 捲髮，或者話唔單止係頭髮嘅，可能身材都係嘅。可能你哋嘅身材係比較多曲線啦，或者對方頭髮比較亂嘅，或者話準備電亂頭髮。OK， 好，咁最後我哋抽少少牌睇下對方有啲咩想同你講。好，有啲咩想同第一組朋友講？好 I understand all your pain。我明白你所有嘅痛苦。第一組嘅朋友，呢度個信息不斷重複啊，放下過往嘅傷痛，一啲潛藏嘅傷痛，感情上又好，嚟自家庭嘅又好，嚟自朋友嘅都好，都係時候要放下咯。呢個人佢係能夠理解你嘅傷痛，能夠理解你嘅經歷嘅。佢係可以幫助你去釋放同療癒嘅。I revisit the places we have been。我去返我哋以前去過嘅地方。呢個我覺得有可能係講緊你哋喺腦入面重播返以前發生過嘅事。I wish everything can start over again。我希望所有嘢可以重新嚟過。我覺得呢個人唔係一個舊人啊，有冇可能呢？可能有10% 至15% 嘅朋友，呢個可能係一個舊人，然後過往你哋有過一啲溝通上嘅衝突，所以你先至咁猶豫，要唔要再次俾佢進入你嘅生命入面？但係呢度個信息唔係好強烈，係有呢個可能性嘅，所以我話可能10% 至15% 嘅朋友係咁樣。咁如果係咁樣嘅情況嘅話，呢個人佢想同你講，佢想重新嚟過。咁如果你哋係冇聯絡嘅話，呢個人一直暗中觀察緊你哋，留意緊你哋嘅 social media。好，不可思議，個個變知識分子，美態等於尊嚴。呢個係謝安琪嘅歌。好，關於我哋嘅外貌啦，可能你哋會有個 glow up。glow up 嘅意思係你哋對自己嘅外表、自己嘅打扮會有個 upgrade。然後就會遇見呢個人，或者遇見呢個人嘅時候，你哋就係做緊一個 upgrade。可能去咗做 facial 啊，或者係打扮自己靚啲啊，或者買咗條新裙啊，或者唔一定係裙嘅。OK， 呢度係 gender non-specific， 你哋都可以係一個男嘅。OK， 但係你哋會打扮自己一番，或者話呢個人佢都會特登喺你面前打扮一番嘅。這趟旅行若算開心，亦是無負這一生。落花流水，陳奕迅嘅。這趟旅行若算開心，亦是無負這一生。水點蒸發變做白雲。OK， 好。呢個人佢唔介意同你去經歷呢一段感情。如果你哋
相處嘅過程當中，你哋嘅回憶最後係成為一啲開心嘅點滴嘅話，佢唔介意去 take 呢個 risk， 佢唔介意去嘗試同你一齊。好啊，嚟到最後一張，淨係想要最後一張。OK， 唔緊要啦。It has not yet over to me 啊，就係講緊你哋啊。其實仲未完嘅。其實我呢度係寫錯字。It is not yet over to me， 唔係 has， 唔緊要啦。佢就係講緊過去嘅事，其實對我嚟講係未結束嘅。可能呢個係你哋第一組嘅朋友。我就像煙火瘋狂燃燒過，我亦都係覺得呢個係以前第一組嘅朋友，你哋喺過往嘅感情經歷上面，煙火一樣，最後將自己燒得有啲傷痕累累。但係呢度其實亦都係一張牌暗示緊呢一個人，佢會好似煙火一樣瘋狂燃燒自己去愛你，去相思喺你身邊嘅。當日你為其他人去付出自己嘅所有，依家似乎你嘅愛會透過另外一個人去回報返俾你。好，呢個就係第一組嘅信息啦。咁希望你留言話俾我知，睇下符唔符合到你哋嘅情況。俾個 like、subscribe、訂閱我嘅頻道。OK， 我哋嘅頻道係非常之需要大家嘅支持嘅。記得訂閱，記得訂閱。咁就唔會錯過未來新嘅影片啦。好，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第二組，我哋而家嚟睇下你哋揀咗嘅呢兩張牌係乜嘢。Verbindlichkeit, triff eine Entscheidung, ja oder nein？ 承諾，你而家面臨一個決定 ，yes or no？ OK。Wachstum, jede Herausforderung macht dich stärker。成長，每一個挑戰令到你變得更加強大。好，第二組嘅朋友，首先我見到嘅係嚟緊嘅呢一段關係有兩個可能性，一係你哋會步入婚姻嘅殿堂，所以你先至會需要講 yes 定 no， 或者下一個戀人、下一個伴侶準備向你表白，咁所以你就要作出決定，要唔要同佢一齊。係啦，咁呢一張牌亦都提示咗第二組嘅朋友，可能你哋正在經歷或者啱啱經歷完一個非常之大嘅挑戰，而呢個挑戰其實係令到你哋變得更加強大、有力量嘅。呢個強大同力量係指你哋嘅心靈上面嘅強大。好，咁我哋依家就會用 The Star Spinner Tarot 呢一副牌去睇下下一個人係一個咩人。因為呢一張牌承諾，呢一張牌咧，令到我覺得有部分第二組嘅朋友，你哋可能已經認識呢個人噶啦，你哋可能同佢相識咗一段時間，然後佢依家準備向你表白。哦，女祭司。第二組嘅朋友，我覺得你哋已經知道呢個人噶啦，你哋識得呢個人，你哋一齊相處過嘅。你嘅直覺都應該感受到佢係準備，你嘅直覺都應該感受到佢係準備向你表，你嘅直覺亦都感受到佢係準備同你表白嘅。我想講錄呢一條片咧，非常之唔容易，因為我一直錄嘅時候咧，我一直都有口吃。可能呢個人係比較緊張，因為準備表白。OK，咁我哋有愚者正位。講到打晒棘，我哋有錢幣皇后逆位。OK， 錢幣二逆位。呢個人佢都聆聽緊自己嘅直覺，就係去馬啦，去表白啦，去接近第二組嘅朋友啦，去同佢講嘢啦。有可能你會覺得呢個人睇落冇乜表示，不過可能你嘅直覺會覺得佢係喜歡你嘅。
呢個人非常之猶豫，到底依家表白好定係唔表白好？有可能呢個係一個一直暗戀你嘅人，但係我覺得第二組嘅朋友，你哋應該有所察覺嘅。愚者牌正位代表住佢係渴望有呢個新嘅開始嘅，佢可以為你做好多嘢，但係佢依家錢幣皇后逆位，佢唔夠膽去作出啲表示，或者話唔夠膽對你太好，去令到你發現佢嘅心意。隱士正位，聖杯七逆位，係啊，呢個人太過，呢個人仲喺度諗緊，佢好唔確定個方向。譬如話點樣去接近你，點樣去表白，佢想有個新嘅開始，但係呢個係停留咗喺佢嘅腦海入面。總之佢依家就係唔行動，佢依家係比較大程度地喺佢嘅陰性能量入面，即係話係一種等待，唔會行動，係啦。但係呢個愚者牌同埋女祭司牌係呃唔到人嘅，佢哋係想前進嘅。佢哋會幾時向你表白，或者幾時去接近你呢？你哋應該認識咗一段時間噶啦，而同你嘅相處嘅過程當中，令到呢個人有好多嘅幻想，去同你一齊會係點樣呢？但係似乎太多幻想而未有行動住，佢係猶豫嘅，佢係唔確定嘅，所以佢先至需要做隱士牌去收埋自己。可能最近你比較少見到對方，或者甚至比較少同對方傾偈相處，因為其實佢，如果你覺得佢有啲抽離嘅話，比以前抽離，係因為佢依家唔係好知道應唔應該或者幾時向你表白。好，咁佢到底幾時同你表白呢？聖杯十，哇！聖杯十真係三組都出現嘅牌嚟嘅。今日嘅愛情占卜似乎非常之好，我哋有皇帝牌正位，係呢度個信息都好直接，就係話當佢準備進入皇帝嘅能量嘅時候，佢就會同你表白。皇帝就係嗰個做主動嘅人啦。OK，當佢由陰性能量等待啊、觀察啊，轉去行動陽性能量嘅時候，你就會感覺到佢嘅所有嘅熱情同愛意。寶劍九正位，有可能佢夜晚發夢都夢見你，佢喺你隔籬係緊張嘅。咁當佢越表現到緊張嘅時候，你就大概知道佢越係想要同你表白，個時機就好近噶啦。點解好似咁純情咁樣嘅？我哋有聖杯四逆位，抽多張愚者逆位。當你越覺得佢緊張，但係又嘗試表現到唔在乎，嘗試表現到淡定嘅時候，就係代表住佢係咯。其實我覺得我睇緊嘅就係嗰個人表白嘅時候咯，佢嘅反應，佢嘅狀態係點樣？呢個人會一直收埋喺心入面，直到呢7個聖杯越嚟越多，變到10個聖杯，覺得冇辦法再咁樣落去啦，一定要表白。當佢壓抑唔住自己嘅呢一份感情嘅時候，佢就會被逼由陰性能量轉化為陽性能量，去 take 呢個 risk， 去嘗試去同你發展。我覺得佢一直係咯，非常之靜止，唔行動，唔係好表示。甚至我哋嘅倒吊人都係逆位，即係佢係俾人綁住咗嘅，即係佢冇得喐，佢喐唔到。咁但係佢喐唔到嘅過程當中，佢唔係就咁喺度等，坐喺度等，佢係做緊反思嘅。隱士牌同埋倒吊人，
都係其實喺度反思緊，可能就係反思點樣去接近你。聖杯四逆位係咯，佢抽離咯，比較抽離。OK， 有冇多啲提示咧？俾多2張牌我，佢會幾時行動？我覺得呢個人比較悶騷。戀人牌逆位，要提及一下嘅就係呢副牌咧，其實有2、3張戀人牌嘅，一張就係一個男一個女，另外一張就係2個女，呢一張就係2個男。咁啊，所以有部分第二組嘅朋友可能呢個信息都符合你哋嘅。咁啊，咁唔一定係代表睇緊嘅你哋就係男人，或者你哋下一任伴侶係男人。但係有一小部分嘅第二組，呢個會係一個確認咯。佢一直喺度諗緊，係咪你嗰個 Mr. Right 或者 Mrs. Right 係咪你？我真係覺得有部分朋友你哋係已經認識咗一段時間，甚至可能係已經發展咗關係。即係你哋已經係情人啦，依家諗緊嘅係要唔要再進一步？俾多一張牌我，寶劍騎士逆位，佢真係好悶騷，係滿腔嘅愛意，好想去前進，好想去行動，好想話俾你知，但係有一直撳住自己，叫自己唔好亂咁行動，唔好亂咁嚟。佢幾時會去接近你，或者同你表白，或者同你求婚？呢個似乎冇一個確定嘅時間點。每一個睇緊第二組嘅朋友，你哋都有唔一樣嘅時間線。呢度就係要等緊佢反思完啦，check 過晒自己個清單啊。佢係高大嘅，或者話佢係靚女嘅，OK， 剔咗。然後佢係聰明嘅，剔咗。佢係有愛心嘅，剔咗。即係佢嘗試喺度揾緊你哋之間會唔會有啲咩差錯？係啦。所以佢匿埋咗入自己個世界度，就喺度睇翻，我哋適唔適合呢？我哋長遠發展都唔 OK 呢？即係佢知道自己嘅心意，但係佢依家係俾佢嘗試透過佢嘅理性去控制、去操控件事嘅發展同埋節奏。但係我哋見到寶劍騎士佢其實係一張非常之衝動、非常之快速嘅牌嚟嘅。佢如果要行動起上嚟，佢應該都係非常之直接、強烈、快速嘅，但係當佢進入呢個狀態之前，佢會一直喺一種比較抽離嘅狀態。你可能唔會估到佢係有呢啲咁樣嘅計劃嘅。好，咁我哋而家睇下你哋一齊咗之後會點樣？你哋嘅相處會係點樣呢？點解又係呢張牌嘅節制牌逆位？今日3組都係有一啲重複嘅牌出現。咁啊，對應人馬座嘅能量咯。權杖國王正位，我傾向認為呢個人本身佢自己嘅性格係比較果斷嘅，好有自信，好肯定自己嘅眼光、自己嘅決定，唔會拖泥帶水，唔會猶豫不決嘅。係啊，佢平時係咁樣，但係一遇到你哋，似乎又唔係。一喺你哋面前，佢就收返自己嗰種嘅自信啊、氣焰。呢個人有啲可愛。好，可能佢喺工作上都係比較有領導能力嘅嗰一個嚟嘅，或者話會有其他人去依賴佢、仰賴佢嘅決定。佢嘅自主性好強嘅，佢係有皇帝嘅能量嘅，係啦。我哋有聖杯皇后正位，同埋聖杯6逆位。點解會有聖杯6逆位？呢個係寶劍6正位。你哋係旗鼓相當嘅，個意思係你哋嘅條件啊，你哋嘅能量啊，各方面都係合適嘅，都係匹配嘅。就算你哋譬如以工作為例，就算你哋做嘅係唔同嘅工作、唔同嘅行業，
但係你哋都會係差唔多嘅地位，你哋嘅能力係匹配嘅，應該咁講，唔存在一個比另外一個強嘅情況，你哋係非常之相近嘅。我覺得你哋的確係認識咗彼此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個情況係你哋一齊咗之後，呢個人或者話你哋大家會需要重新演繹翻你哋個相處方式。我覺得呢度係有個蛻變嘅，唔單止係身份上，但係亦都係我哋個認知上，可能舊時一直相處嘅嗰個關係，大家係習慣咗以呢個面向去呈現俾對方嘅，以呢種方式去相處嘅。呢段關係升級咗之後，我見到你哋需要做嘅就係發掘其他嘅面向，而唔再只係以以前嘅嗰種方式去了解對方。你哋要發掘嘅就係對方親密嘅嗰一面啦，譬如話佢嘅我舉個例子啦，肉體嘅需求先算啦。OK， 佢喺床上面嘅喜好係點樣呢？如果你哋係已經一齊咗，依家準備步入婚姻嘅殿堂，咁呢度要做嘅就係認清對方身份上嘅轉變。佢已經係你嘅伴侶啦，多咗一重責任喺度。我覺得聖杯六逆位無論如何就係講緊舊有嘅相處方式，同埋舊有嘅你看待對方嘅方式，理解佢嘅方式，一定要捨棄，一定要去發掘對方更多嘅面向，彼此去深入呢段關係。係啦，我從來冇喺聖杯六呢張牌上面有呢一啲咁樣嘅感覺嘅，但係我覺得呢度嘅信息好強烈。好，再抽多啲牌睇下先。世界逆位，有趣。寶劍六同埋世界牌逆位，你哋嘅關係好快會迎嚟一個過渡，你哋好快就會踏入你哋關係新嘅一個 chapter， 而呢個 chapter 佢個故事仍然會繼續好耐好耐。就算你哋升級咗呢一次，你哋仍然會有好多好多嘅其他嘅章節。呢度應該係一個比較長期嘅關係嚟嘅，我覺得好有可能係朋友變戀人，戀人變夫妻。仲有冇多啲牌？睇下你哋嘅相處。我哋有寶劍國王正位，我覺得當你哋嘅關係升級咗之後，呢個人會回復返佢平時非常之能幹啊、理性嘅嗰一面嘅。佢一般對其他人都應該係比較理性嘅，其他人唔係好睇得清佢諗緊啲乜嘢。我一直錄呢一條片嘅時候，我係一直重複咗好多次，即係喺度諗緊啊，咁樣講好似唔係太好，然後再嚟多次，有少少俾我嘅感覺似係表白之前或者求婚之前會做嘅事，即係喺個腦入面不斷演練應該點樣講。OK， 好，咁我哋依家抽少少牌睇下佢有啲咩特徵。Music uptight detached uptight 一個比較繃緊嘅人嚟嘅。我哋喺寶劍九度見到佢比較繃緊，可能因為工作或者性格，但係無論如何要同你表白，要接近你，要同你講嘢，要同你求婚，佢一定係好繃緊咯。數學可能你或者對方數學比較好，可能你哋讀緊數學，或者話總之數學對你哋是但一個嚟講係有啲特別嘅，可能其中一個數學非常之差。Detached 抽離，啱啱我哋就係講話比較抽離佢。OK， 好。Music 音樂，你哋可能有差唔多嘅音樂嘅 taste 啦，鍾意聽差唔多嘅音樂。或者話你會喺音樂入面揾到你嘅訊息。哦，OK，呢兩張係反轉咗。好，我哋有
entrepreneur，企業家，可能自己有個小嘅 start-up，或者係其中一個係自僱嘅 opportunist， 機會主義者。無論對方係咪一個機會主義者都好，可以肯定嘅係佢唔想錯過呢個機會，所以佢先至諗咁多。timid 細膽，係啦，正如我啱啱所講，我覺得呢個人佢平時唔係一個細膽嘅人嚟嘅，佢平時展現嘅係皇帝啊、權杖國王啊、寶劍國王啊，知道自己要咩嘅，係啦，好清楚知道自己想點嘅，有自信嘅，果斷嘅。但係係咯，喺你面前或者喺呢個 moment 之前，佢都係會比較膽怯嘅 compassionate。我哋見到你哋有呢一張嘅聖杯皇后，可能你其實係你嘅情感比較豐富嘅。睇緊嘅朋友，你哋絕對係陰性能量比較強嘅嗰一個人，無論你哋係男定女都好。Loyal 忠誠嘅，我好高興見到今日呢三組都出現咗忠誠呢一張牌。因為忠誠係維持長期關係一個好重要嘅特質嚟嘅。好 ，OK。Analytic 呢個我哋見到，因為我哋有寶劍國王呢個人，平時都應該係比較有分析能力嗰個人嚟嘅，好醒目嘅，係啦。結合埋數學，可能呢個人對數字比較好，比較理性、理科。好 ，eloquent 口才好嘅 ，autism 呢個人係咪好理科生呢？係咪讀理科嘅呢個人？Autism 嘅意思係自閉症啦，但係呢張牌佢嘅用意係有啲人佢可能會比較似係嗰啲咩高功能自閉症嘅人，睇落好書蟲啊，唔係好識得同人交際啊，但係佢有另外一種嘅 smartness 咯。準備接近你呢個人，佢未必真係咁樣嘅平時，但係準備接近你之前呢，佢就會變到咁樣啦，係啦，好似唔係好識得講嘢啊，唔係好識得交際啊咁樣咯。OK， 包括我錄呢條片嘅時候，我都特別覺得係唔係好知點樣講嘢。好 ，parent 家長，tall 高嘅。好，然後最後我哋就抽多少少牌，睇下佢有啲咩想同你哋講。第二組呢個人有啲咩想同你哋講？好。In solitude where we are least alone。好，呢度有個好有趣嘅信息啦。首先，我哋有呢一張戀人牌逆位啦。我啱啱提及過，佢係同性小眾有關嘅。咁結合埋呢一句，佢其實係嚟自於一款遊戲嘅，而呢一款遊戲呢，係講一啲禁忌少少嘅戀愛嘅，係啦。咁所以有一小部分嘅朋友，呢個係你哋嘅 confirmation。佢想要同你兩個人喺一個二人世界度，冇其他嘢騷擾，冇其他嘢干擾嘅，淨係同你一齊。霧裏看花，沒有發生任何事。咁呢句係歌詞嚟嘅，好似係我本人定吳哥窟係啦。咁但係呢度我認為係你哋嘅視覺會係咁樣咯，你哋理解呢一件事就係咁樣。譬如我哋好似係曖昧緊，但係佢冇任何行動同表示嘅，沒有發生任何事。但係其實唔係嘅，佢有好多嘢喺佢個腦入面諗緊、計劃緊，只係你唔知啫。好，當我從你眼中發現我已是陌生人了，唔係好明點解會有呢一張牌出現。咁但係我都會照擺喺呢度嘅，係啦。In death the many becomes one, in life the one becomes many。好，咁我好耐之前講過呢一副牌呢，有比較多哲理性嘅句子嚟嘅，咁唔一定符合你哋嘅狀況啦。但係我仍然選擇將呢啲句子加入去呢副牌度，係因為我覺得呢一啲嘅句子係好啟發我哋嘅思考嘅。哎呀，好，我淨係會拎呢兩張牌。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Why am I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not others？ 哦，係啊，佢就係問緊呢一啲問題。總之佢腦入面一定係諗緊，就係逐個 box 咁樣去喺度 check 咯。你哋係咪 Mr. Right 啊？點解我會中意你嘅？我係咪真係中意你？係啦，當佢確認晒呢啲之後，佢先至會行動。這趟旅行若算開心，亦是無負這一生。呢度講緊嘅係佢唔介意踏入佢皇帝嘅能量，佢唔介意去冒險，去同你有呢個新嘅開始。好，最後兩張。I feel safe in your tenderness。第二組嘅朋友，你哋一定係非常之溫柔嘅人，你哋可能係柔情似水啦，或者話你哋俾咗好大嘅情感價值俾呢個人，所以話佢呢度講緊喺你嘅溫柔鄉之中，我感到非常之安全。結合埋我哋啱啱見到嘅聖杯皇后，同埋我哋有 compassionate 慈悲呢一張牌。好 I have seen thee before in the light of the earth, in the love of man。 太過易嘅句子，但係呢度我會將佢解讀做你哋嘅緣分，你哋之間嘅業力係比你所想象中更加深遠嘅。如果你哋相信有靈魂轉世呢一啲咁樣嘅概念嘅話，咁呢一副牌就係一個確認，佢喺遇見你之前，或者我真正認識你之前，靈魂已經認得出你啦，係啦。好，咁呢個就係第二組嘅信息啦。咁歡迎你哋留言話俾我知，睇下係咪真係有人準備同你哋表白或者求婚。咁遺憾地我哋睇唔到更加多關於呢個人嘅信息。下次我再開多個塔羅嘅占卜去睇下呢個人嘅信息。OK， 因為呢度比較多嘅篇幅係講緊，譬如你哋一齊咗之後會係點樣，或者你哋我睇到嘅比較多係佢呢個人依家嘅狀態，所以就係咯，留言話俾我知，睇下符唔符合到你哋嘅故事。記得按讚，然後訂閱我嘅頻道，訂閱係非常之重要，呢個頻道係非常之需要大家嘅支持嘅。咁訂閱就唔會錯過新嘅影片啦。希望可以下次再見到大家，拜拜。第三組，我哋而家嚟睇下呢兩張牌係乜嘢。Gemeinschaft, andere Menschen unterstützen dich。 Community， 社群，其他嘅人可以幫助到你，支持你。Selbstverwirklichung, du darfst deine größten Träume leben。 自我實現，你可以活出你最大嘅夢想。好。首先呢兩張牌，我會覺得第三組嘅朋友，呢度有個好強烈嘅信息係去揾屬於你嘅 community， 無論係你嘅家庭、你嘅朋友、你嘅同學、同事，或者一班志同道合嘅人，佢哋都一定能夠提供到支持俾你嘅。而呢一啲支持係可以好有效地幫助你去實現你自己嘅夢想嘅。呢度我唔係好感受到好多愛情嘅信息，反而我覺得呢度似係比較多集中於第三組朋友，你哋自己嘅夢想，你哋自己嘅事業，你哋嘅想要實現嘅願望。宇宙其實想令到你知道，依家你哋目前嘅重心其實會係喺你嘅事業同夢想上面，而愛情可能係比較次要嘅嘢。宇宙話依家係你去實現自己夢想嘅最佳時機，而愛情會喺之後來臨。好，我哋睇下呢一個人係一個點樣嘅人。好，我哋有聖杯7正位。我哋有星星 ，sorry 呢個係世界牌逆位，權杖7正位，
我哋有權杖六逆位。呢度個信息係，之所以依家係你將自己個重心擺返喺你哋自己嘅生活，你哋想要實現嘅嘢上面，之所以係咁樣，係因為你哋嘅下一任，你哋未來嘅伴侶，佢哋仍然需要時間去進入佢哋新嘅階段。佢哋有一個人生嘅階段係未結束嘅。我哋會等陣再睇下係一個點樣嘅階段啦，具體嚟講。但係呢度所謂嘅階段，佢可以係譬如話，佢舊有嘅工作，佢仍然要留喺嗰個地方度繼續去做嘢，所以冇辦法同你有交集。咁佢要必須去完成咗嗰個階段，喺嗰個崗位工作嘅呢一個階段，譬如話轉工，佢先至可以去見到你哋。亦都有可能係佢依家係喺第二個地方度，留學又好，旅行又好，咁佢要先將呢一樣嘢結束，佢先至可以同你相遇嘅。總之依家未係一個時機，主要係因為對方仍然停留喺佢哋目前嘅階段度，而只有當呢一個階段結束，你哋先至會相遇。我見到呢一度佢會有比較多嘅阻力，呢個阻力可能係源自於佢自己內心，亦都有可能係源自於外界，即係話佢冇咁輕易，唔能夠輕易地去進入一個新嘅人生階段。佢目前面對嘅嘢係有啲困難嘅，佢需要去做額外嘅功夫，先至可以完成呢一個人生嘅章節。但係因為呢度係由權杖六去到權杖七，咁距離去到10仲係有一小段距離嘅，所以我傾向覺得呢度個時機冇咁快，最快我覺得你哋都要可能至少半年，至少3個月至半年，3個月已經係最快最快嘅，先至會同呢個人相遇。咁呢段時候，所以點解呢兩張牌一開始出現嘅係將個重心擺返喺自我實現上面，擺返喺自己度？因為當我哋將個重心擺返喺自己度，我哋反而能夠更快地去吸引同我哋同頻嘅人，甚至可能到時當你將自己個頻率調整到去一個更加好嘅狀態嘅時候，你吸引嘅就可能唔係呢個人，係第二個人，係比呢個人更好嘅人，更加能夠符合到你個人生時間嘅，或者話更適合你嘅。權杖三，係啊，未係時機。呢個人係你哋未見過嘅，我都幾肯定你哋係未見過呢個人，你哋唔識呢個人嘅。佢係一個新嘅人，甚至有部分朋友，因為我哋有世界同埋權杖三，有可能你同佢係有段距離嘅，地理上嘅距離，可能係第二個國家、第二個地區。本身宇宙嘅安排係你哋係大概呢個時間點度相遇嘅，但係呢兩張牌世界同埋權杖三都係逆位，比較傾向似係呢個人佢未完成佢嘅功課，有啲牽掛令到佢唔可以嚟到你身邊，佢有自己嘅課題要繼續完成，所以佢就算喺依家呢個時間點進入你嘅生命入面，佢都唔能夠以佢最好嘅狀態去為你提供任何嘢。皇帝逆位，係佢需要時間去將呢個逆位變做正位。我覺得佢係感受到一個召喚嘅，即係呢一個人佢應該係宇宙係有俾個提示佢，同佢講去呢個地方或者話做呢個轉變，以此去結束佢當前嘅生活環境或者狀態。佢係有
收到宇宙嘅訊息嘅。但係權杖七同埋皇帝牌逆位，所以佢一句講到尾，我覺得呢個人仍然需要時間，佢需要啲時間去接受一個新嘅改變，所以話要進入人生嘅下一個階段，對佢嚟講可能唔係一啲咁容易就做到嘅事。好，咁我哋而家嚟睇下有冇啲咩事件係可以作為一個 signal 俾你知道你就嚟會遇見佢，或者話遇見呢個人之前會有啲咩事發生。哇，聖杯一同聖杯二都係正位，聖杯一聖杯二，有趣。好，有冇多啲牌？聖杯五，咁多聖杯牌嘅，哇，戀人咁勁，有啲意外。令我意外嘅係呢個占卜一開始個重點就唔係太擺喺愛情度，甚至呢一度我哋睇呢個人佢係一個點樣嘅人，佢目前嘅能量都見唔到好多提示係關於呢段愛情會好快發生或者點樣嘅。但係當我哋一問佢進入你生命之前會有啲咩事件發生，我哋就出現晒所有呢個塔羅牌入面最情感豐富嘅嗰啲牌。我哋有戀人、聖杯一、聖杯二、聖杯五逆位，所以我有啲錯愕，係突然之間我哋有好多愛情嘅能量出現咗喺呢一度。再一次證明依家唔係嗰個時機去考慮愛情。第三組嘅朋友，可能你哋唔想聽到呢個信息，但係每一件事都有佢發生嘅時機嘅，而有啲時機係就算你想，就算你去強迫佢都唔會發生嘅。我相信第三組嘅朋友，你哋都能夠理解嘅。但係不得了，我再抽多一張牌睇下先。當呢個人進入你嘅生命嘅時候，或者 right before， 或者話可能你遇見佢嘅嗰一個禮拜之前，或者半個月之前，你一定會感受到佢嘅能量嘅。宇宙一定會有信息話俾你知道係呢個人嘅。哇！The Wheel of Fortune 命運之輪正位，我未試過有咁勁嘅愛情塔羅占卜。第三組嘅朋友請留言話俾我知道，睇下到底發生咩事。如果你哋知道發生咩事嘅話，正如我啱啱所講，時機可能你哋都已經接收到一啲信息，或者話你哋自己心入面其實都有種感覺，就係依家其實並唔係談戀愛或者揾愛情嘅時機嚟嘅。第三組嘅朋友，你哋放心，一切宇宙都有安排，一切都有安排。我見到嘅係，當你將個注意力擺喺自己度，而唔再係擺喺聖杯五，即係話一種匱乏嘅狀態。匱乏嘅狀態，譬如話係成日喺度諗緊我下一個嘅伴侶會係一個點樣嘅人呢？即係我明，我有陣時都會有咁樣嘅諗法，呢個係好正常嘅事。但係當我哋不斷去追問我嘅下一任到底係邊個？我嘅下一段戀情幾時嚟？其實你係同宇宙反映緊你係匱乏嘅，你係需要另一個人、一個關係、一個伴侶，你先至能夠填補到你自己。咁所以呢個係有個分別嘅，係啦。第三組嘅朋友，你哋要小心留意一下自己會唔會有呢個傾向，就係不斷喺度諗愛情，將個注意力擺翻喺自己度。因為我見到當你咁樣做嘅時候，我哋聖杯一、二戀人就出現啦，或者話當你將自己個能量頻率調節，你其實係加快緊呢個宇宙嘅進程嘅。我哋係咩能量，我哋就會吸引啲乜嘢人進入我哋嘅生命入面。咁所以其實正如我啱啱所講，當你調整翻自己個頻率，當你有覺知地去選擇同吸引一啲同你本質相近嘅人事物嘅時候，其實你亦都係加快緊呢個人佢嘅進程，去完成佢嘅功課，甚至就啱啱所講，你可能直情係 manifest 咗另外一個比佢更好嘅人，因為你自己頻率嘅改變。
呢個能量好強烈啊！無論你吸引嘅係呢個人，定係比佢更好嘅人，我見到下一個進入你生命嘅人都一定係你可能會覺得有少少係命中注定添啊！呢個人你見到佢，你會覺得一見如故，你哋有好強烈嘅熟悉感，你哋能夠分享最深層嘅恐懼、秘密、親密、脆弱嘅嗰一面，你哋能夠相互理解，喺感情上相互理解。呢個人佢應該係會令到你感受到好強烈嘅，甚至似初戀嘅感覺。即係你同呢個人相處嘅時候，甚至可能有一見鍾情嘅情況啦。因為你兩張牌嘅出現，加埋命運之輪，咁啊，總之呢度嘅吸引力應該係好強烈嘅。你係會覺察到自己同佢相處，可能心跳加快。就算你哋唔係第一次拍拖，就算你哋已經有過唔少嘅感情經歷，但係呢個人佢應該係能夠重新令到你感覺到有種初戀嘅感覺咯。呢個係真係一個好強烈嘅訊息。咁我哋而家嚟睇下你哋一齊咗之後會點樣。完全估唔到呢個塔羅占卜係會有咁樣嘅發展。我仲諗住呢個占卜係唔會睇到任何愛情相關嘅故事噶啦，因為就係點啊，叫你專注翻你自己啦，唔好諗愛情啲乜嘢，因為時機未到。但係我哋就係見到，當你能夠靜候呢個時機嘅時候，你就會收穫到非常之深刻嘅愛情。我哋有錢幣女王正位。節制牌逆位，我哋有教皇正位，力量牌正位。點解同第一組嘅牌又重複嘅？係啊，我啱啱錄第一組嘅時候，其實我都有唔小心講錯第一組做第三組，然後我錄緊你哋第三組嘅時候，其實呢三張牌都出現過。再次出現就係教皇、力量同埋節制。所以如果第三組嘅朋友，你哋係對第一組都有感應嘅話，請你哋觀看埋第一組，因為好有可能你哋有額外嘅信息喺第一組度，因為第一組同第三組有啲連結，似乎。好，你哋一齊咗之後，教皇係代表住婚姻嘅。即係話呢個深刻，甚至似係命中注定嘅愛情，係會引領你哋步入婚姻嘅。而且力量牌喺教皇牌下面，我哋有聖杯十。聖杯十係關於家庭啊、幸福，即係佢係聖杯牌由一去到二，去到三，一路進化，一路成長，去到10呢，佢就係圓滿㗎喇，一個情感上嘅圓滿，所以佢象徵住婚姻。係，我都唔知講咩好。呢一組嘅能量好強喎，你哋下一個遇到嘅人係你哋嘅命中注定嗰個嘅 Mr. Right 或者 Mrs. Right 嚟嘅喎，會有家庭，係啦，而且呢個係一個好幸福和諧嘅家庭。如果你哋唔想結婚，你哋不婚主義嘅話，都冇關係嘅，因為教皇牌同埋聖杯十，你哋仍然係會以一種世俗認可嘅方式長相廝守嘅，你哋仍然會組建你哋自己嘅一個家庭。雖然可能唔會結婚，不過其實我覺得大部分嘅朋友你哋應該係會結婚嘅，係啦。但係就算係不婚人士都好，你哋係會一直留守喺彼此身邊，並且對方亦都能夠理解你呢一個嘅決定嘅，係啦。因為教皇亦都象徵住穩定同一種社會規範，所以你哋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唔係太多不婚人士。OK， 好。加上啱啱講嘅力量牌正位，呢一段關係係能夠令到你哋雙方都能夠極大地成長嘅。呢個關係佢唔係淨係世俗上嘅關係，因為我哋有戀人牌啊，佢戀人牌其實佢亦都有天使喺後面看守住兩個人嘅，所以呢個唔係淨係世俗上嘅感情，佢亦都代表住你哋靈性上嘅一個連結嘅。
咁呢個關係係非常之深刻，佢係帶咗靈性轉化俾你哋雙方。我覺得你哋就係進入咗呢段關係之後，會彼此共同協作，成為一個更好嘅人。你哋各自喺呢段關係度揾到力量，去繼續喺生命上前進，並且係能夠有呢個力量同勇氣去面對生命當中其他面向嘅挑戰同壓力嘅。呢個係一個受到祝福嘅關係。你哋嘅關係一定係超越咗世俗嘅，佢係有靈性嘅一面嘅。如果你哋過往有一啲傷痛，因為節制牌本身係有療癒嘅意思嘅，咁所以如果第三組嘅朋友，你哋過往係有啲傷痛、情傷，你哋係會喺呢段關係當中得到療癒，甚至對對方嚟講都係嘅。錢幣皇后正位，你哋嘅關係係有物質嘅支持嘅。甚至話你哋雙方彼此都可以喺物質生活上面為對方提供協助。正如我啱啱所講，你哋可能係會共建家庭嘅。但係呢一段關係，無論有冇走入婚姻嘅教堂都好，佢都係充滿愛同埋支持。你哋好樂於去給予、去分享，呢個就係錢幣皇后嘅意思。你哋關係係流動嘅，真係非常之好。我為第三組嘅朋友感到非常之開心。我哋而家嚟抽下，睇下佢有啲咩特質，呢個人會有啲咩特質。呢個人會有啲咩特質？因為啱啱一次過跌太多牌。好，Polyglot 可能識得幾個語言嘅呢個人。或者話可能你哋都係 IT， 有冇做 IT 嘅朋友呢？呢度或者可能對方係做 IT 嘅，或者話呢個人或者你哋最近係上一個 IT 嘅課程 ，adventurous， 好有冒險精神嘅，鍾意冒險，可能係你哋，因為我哋啱啱見到，其實我哋唔係好清楚係咪真係呢個人，但係根據你哋目前能量狀況。可能係呢一個人，係啦。咁但係當你哋將你哋能量調節嘅時候，塔羅係唔係講死你個未來嘅，係咪？你哋係有能力去改變自己未來。有可能呢個冒險精神係你哋啦，或者話呢個人佢可能唔係咁鍾意去冒險嘅，但係佢喺遇見你之前，佢必須要去冒險，去嘗試一啲佢從來未試過嘅嘢。去踏出佢嘅舒適圈度。Handicrafts， 你或者呢個人鍾意做手作嘢。我哋有 cautious， 呢個人係小心謹慎嘅，係啦。咁同呢一個冒險精神係有啲矛盾嘅，冇錯。所以我覺得有冒險精神嘅可能係你哋啦。咁如果唔係你哋講，就係好似我啱啱所講，佢要由呢個小心謹慎嘅狀態嘗試去 break through， 嘗試去打破佢呢個狀態，要冒險踏出佢嘅舒適圈，先至能夠遇見你哋。Dieters 染咗頭髮嘅，忠誠 loyal。好，我哋有 foodie， 鍾意食嘢嘅。其實有好幾張牌都係第一組出現過嘅，所以你哋可能真係可以睇下第一組 compassionate 慈悲嘅。我哋見到呢個錢幣皇后，佢其實都係好樂於去給予分享，佢都係慈悲嘅。不過佢同聖杯皇后唔一樣，聖杯皇后俾嘅係一種情感價值，錢幣皇后佢俾嘅係一種實質嘅幫助，但係本質都係有住呢個慈悲心嘅。Fake eyebrows，好厚嘅好粗嘅眉 ，confused 困惑。我哋見到呢個人佢有可能係真係困惑嘅，因為聖杯七，可能呢個人佢唔知道點樣突破佢目前嘅處境。Opinionated 有主見嘅，好，抽多個啦。
其他組都冇抽到咁多。Curiosity 好奇心，其中一個人好有好奇心嘅。好，咁我哋最後就抽埋，睇下佢有啲咩想同你哋講。好，呢個人有啲咩想同你哋講？好，就算哭瞎了眼，流乾了淚，愛從未熄滅。呢個係容祖兒嘅獨照。I'm regret for what I've done。呢個人可能對於佢自己過往做過嘅事有啲後悔。正如我哋提及過嘅，呢個人需要喺佢過往嘅一啲業力同課題當中畢業。God finds himself by creating。It is not yet over to me。又係呢一張牌，第一組都出現過。對我嚟講係未完嘅，有可能其實就係佢目前處理緊嘅事，其實係未完結嘅。佢仲需要同過去say goodbye。Oopsie。好，冷靜啲啲，有好多嘢想講啊佢。好，最後一張，背感情的包袱，用執着來報復。我傾向覺得係佢依家嘅狀態。呢個人仲有包袱要放低。好咯，咁啊，我相信第三組嘅信息都非常之明顯噶啦。好，咁啊，希望你哋俾個 like， 訂閱我嘅頻道，訂閱頻道非常之重要，係對我呢個頻道最大嘅支持。亦都希望你哋留言話俾我知，睇下你哋鍾唔鍾意呢一個主題。亦都歡迎你哋留言話俾我知，睇下符唔符合到你哋嘅情況。OK， 好啦，咁記得訂閱，我哋下次再見，拜拜。